喂，各位听众，咱主席，各位领导，那副领导，各位组长，各处处长，副处长，以及咱同修大家，大家早安。主持人早安。希望平日时间，一年度结束，就开始。那么讲新历这个新年旧历的年尾，所以新历的地方是一年，旧历的庚子年。咱伫这个一年的一春当中，咱有一个叫做回顾。回顾就是讲回顾着过去，咱修办到的这个点点滴滴。所以人说这是为了讲做事是看修行，修道是看成果，办道是看结果。那当然，因为一年当中，嘛是咱一年结束，又搁一年要开始。我相信讲，伫一年内底当中，大家所过着的，拢多彩多姿。大家所过，拢无相共的感受。这种的感受，互咱感觉讲，人生过程的变化是遮尔速紧。咱就其实，这两年含油打落来，咱进目前中央的统计，已经426个，160个死亡，毋是拢老人，30岁的嘛有，50岁的嘛有，40岁的嘛有，拢有。这就是哪？这就是无常，这叫做世俗。互咱感觉，咱要去行功了愿，要修办道的这个机会，有当时嘛有迄个机会。所以咱就感觉讲，人生伫这个当中这是一个变化。一年内底当中，365日的这个变化，这是何等的大？咱知影，旧年一年2020年，旧年一年内底当中，我规年度的，拢就是为着了这疫情这疫情内底当中呢，那造成了这世界已经差不多有迄个8000几万人有迄个疫情的病例那近将近400万、190万人的死亡，为着这个疫情来结束的生命，这互咱感觉讲，这是一个非常的可怕，嘛非常的惊人。咱就意思讲，我过去我常咧讲，疫情是来自于病菌，病菌的当中嘛是有伊的生命伫咧。敢是呢？病菌有伊的生命，但是病菌有生命了后，咱人就感觉咱人是伊的敌人，咁就创造咱人来。现在创造咱人来，当然可能咱人该有造成了一寡这个原因，这个原本。所以我常咧讲，咱看到的这个杀业，互咱看到真个可怕。咱看到真个可怕，咱看到这个疫情咧侵袭着咱人的时阵，咱看到咱人倒伫遐咧吸迄个上水，遐个可怜甲遐个恐怖，咱看到嘛足唔甘的。但是咱有看到这动物空中咧飞，地上咧走的，海上咧游的，一日死偌济，咱有感受着，也咱无去感受着。因为咱做讲，咱今仔日离市场所买的拢人整理好势，拢人整理好势，咱袂感觉讲会恐怖。当你若真正去看到倒市场杀业的当中，一日杀去1,000只、2、3千只一滴，几千只，咱看到真个数目真多。我做嘅看 YouTube 看一个 YouTube 的迄个
咱敢有一个国家叫做不丹？嗯，咱敢有一个国家叫做不丹？不丹有，这个不丹这个国家是什么人出世的？观世音菩萨出世的不丹啦吼。哦，不丹是一个足清气的国家，真是一个稳定国家。当然，我是无去甲看啦吼。不丹近到目前中啦，我听讲也无疫情啦，毋知有无我毋知啦，我看迄个报告啦，嘛无人为着这疫情死亡啦，安尼啦。不丹呢，因为伊超着90%的人口，100个有90个食素食，这毋是我后面讲的哦，这咱网络当去有哦，这毋是我后面讲的，我是按照网络看电物件讲互恁听哦。哦，伊有100人90个食素食，因为不丹。就是观世音菩萨出世的所在，安尼。所以呢，这回大劫数，咱看到，而且不丹这个国家，我是听讲是讲也有这个疫情啦，但是有无我毋知啦。我是看到迄个报道讲，无人死为着这个疫情死亡，嘛无着这个疫情。当然，不丹这个国家伊的管理嘛管理足好势，毋是讲你啥物人王哥你有要入伊会当入去。毋是讲你飞3做要入去，伊会当入去。伊进伫遐当中，因暗时咧困，毋免着关窗仔门，因毋免着关门。然后也非庇护啦，拢毋免着关，伊无差啦，伊无歹啦。所以迄个国家内底当中，咱所看到的物件，就是就是足平安，迄叫做人间的净土嘛。但是因为今仔日咱推动道路。就是要互咱的道路，就是要互咱大家会当活伫这个人间的净土，做着人间的圣人，出世做着这个迄个极乐净土的生活，咱就是要大家安尼做。但是兄弟姊妹，个人所带来，因的果报绝对无相像。但是有阵者，咱做一些辈者，要去度人，要去奉亲。甚至呢，因为谁咧叫你莫谁来找我啦？你来找我，找到我加麻烦的尔。你也慢慢找我，较袂麻烦。其实也毋错，要恁等，是毋是拢安尼？但是前辈者嘛做无奈，因为为着恁要一寡道理，要恁脱离着这业报的缠绵啦，毋爱互这业报，大家大家互相这个结这个因缘果报，因此前辈者。用着真慈悲，的迄个心情，真这个爱护人，甲因照顾。其实咱若要甲讲起，迄是咱心中的贵人，迄嘛咱一生的贵人。因为咱一生的贵人，伊一定会带你去做好代志。像即款人，你会不管是甲交车某某人你留时间来阮遮坐者，来阮遮泡一个茶。人讲即句，我们人大家感谢安尼吼。咱若带心灵、带圣人、带菩萨去到咱遐，咱就带咱好宝贝，对不对？咱若带妖鬼、带神鬼，咱若带酒鬼去，会发咱好宝贝。听着知影，迄名都我讲较济啦吼。所以你讲看，因为即种的人，今仔日去到咱遐，甲咱讲道理互咱听，甲咱鼓励。要叫咱来修道办道，互咱家庭，逐项过着一个安和容易、平安的这个家庭。若要甲讲的，这是咱贵人吗？确实是咱贵人。但是有阵这种人，他没有这种感受，伊嘛无这种感觉。你来到遮，这伊互我麻烦尔，你毋来较好。咱以这个角度来看，咱就知讲，这种的福报是真好，嘛真正这因缘。嘛是真少，安怎讲呢？我会记得，咱学校里迄个敢若30几岁，也毋30岁，迄个时阵，有一届当中，我含阮爸爸，含咱一个地堂主啦地基组那个爸爸地堂主，咱大家应该老学生，大家拢捌伊啦因为去度伊一个亲情啦。我茫讲啥物人啦这个亲情的太太是做老师，这个亲情，伊是阮伫一间公司阮做正悬的职位啦安尼，其实咱如果要去，
咱嘛毋知伊往过来溜过啦，是知影讲伊是有一个新闻安尼啦。啊，因为咱电脑所的亲戚，当然讲我要今日来找伊嘛吼，要找伊坐嘛吼。啊，当然要找伊坐，我讲唔诶，伊嘛来讲好啦吼。但是迄暝吼，阮三个啊带入去啊。啊，所以来讲有眼不识阿里山啦吼，不识泰山。讲无10分钟啦，无10分钟啦。伊用什么口气对待你？我唔知。你若要讲这你对，你若要讲这你同意啦。我无做歹代志，我永远毋是啊，我永远毋是啊，惊鬼啊，搞弄门啦。你讲这我听袂落啦，你同意，你同意，迄个赶，迄个甲伊请。迄阵啊吼，咱的感受啦，咱的感受就是讲，迄个涂骹无空棒，若有空棒，咱哪藏袂安就对啦。甲你赶到死啊！我今日也毋知咧卖你的物件，嘛毋是咧骗你的物件，嘛毋是做啥歹代志。啊，天道降世，啊是你是绝对，啊要叫恁来做好代志，你听袂落，无要紧，互你请，互你死，互你赶。哦，迄阵实在是咱互项哦，你30年前啦，迄边领命的啦。譬如讲，因为我33岁当领命，咱我33岁当领命，迄阵咱我做年长，所以迄种的感受去面对着当中。咱哪知影讲叫做境界？什么叫做境界？真正迄是很难受呢。各位，恁只来回想起来，当你互安尼，人咧甲你讲道理落去，你当然死甲杀。你若咧讲这个物件，你等，吼，这我听袂落去。我永远毋是啊，我死不做歹代志，我永远毋是啊，毋免惊鬼啊来弄我。啊，你是毋免惊哪位咱呐？哦，迄个请甲杀，迄种的感觉，咱来安怎？所以因为这个是咱互我亲自拄着，若人拄着我嘛倒啊，啊嘛袂着，人拄着倒啊。我叫人做歹代志，我今日趁着来叫你死啊杀，敢是安尼吼？啊，所以呢，兄弟姊妹，兄弟姊妹，哦，一种人有10种的法界来到这个世界。当你要拄着什么法界，你拄着什么法界不会着。比如讲，你拄着佛的法界，人讲着无好听。因为伊毋走，伊甲你继续讲，拄着菩萨，拄着辟支佛，拄着阿罗汉，这个素质唔对。你若去拄着这个人，你讲道理，你可无人好听。啊，伊嘛尽量你会当搬互听，伊有即种呐，伫修完道内底当中即种的同感。但是你若拄着天神，天神是修福嘛，无修慧嘛，哦，伊是修福命无修慧，哦，啊，若拄着咱人，哦，啊，拄着。这个阿修罗，落几道畜生道、甲地狱道，这3恶道，你若拄着这3恶道，你就真麻烦啊！啊，你若拄着三善道、天道、人道、阿修罗道，这3善道，伊阿都袂晓听会落呢。啊，你若拄着3恶道呢，落几道畜生道、地狱道呢，迄若对遐撞来呢，迄个小法麻烦无走麻烦呢。因为安尼讲，迄个法界袂合，迄个法界袂合。你若甲讲，咧跋筊啦，咱啉烧酒啦，咱做歹代，伊可能会合。啊，所以你要讲道理，伊就来避免，敢是安尼？但是迄种的要那个生存到，互伊会真正转识圣智，听入去，伊的命就改变。但是你一定要食一济亏，天上盖降大家有输赢啊！毕竟福气生智，劳其筋骨，劳其体肤，宽其身，幸不能伊所为。哦，动心忍性，真个伊所念啊！这就是因为伊修完道内底当中，咱每一个人要去度化兄弟姊妹，拢会面对着一种的考验、考验。无以前言，原来这咱是大家，这是咱道中，拢叫做千锤百炼，前辈者一直甲咱教育，咱若有福报，咱是到这个所在来勇参胜利，来勇参这个圣道。咱参访一年多的内底当中会做着回顾，咱一年当的内底，当然是咱总行过来会点点滴滴，所以这叫做哪？这叫咱的成果啦，吼，办的看成果啦，吼，办的看结果啦，啊，修就是看成果啦，吼，啊，那咱做事，啊那修行啦，吼，啊，你修行啦，无你讲你偌好，你我一句产能偌好，嘛无路用啦，吼，啊，所以今日伫这当中啦，吼。咱的道中心，
咱的教务处吼，爱想教务处特别给他安排这个今日这个回顾展，回顾展这当中我也是到这个祝福各位大家，离今年度要讲，离新的开始今年度，会当心想事成，会当所有疫情要紧人过出来国外办到，因为这当中有国外当中做歹过来，做歹去。我昨杨经理泰国杨经理联络，我讲杨经理，你今年要倒来无？我不清楚，我今年无要倒来，因为倒来要去，袂当去啦，倒来要去就无走去。伊讲我做月捌去万国办签证，搁签一年迄6000的签证，倒来向关14天，离死关14天。伊讲真是倒来就无走去，这泰国疫情也真严重，泰国疫情也真严重，所以泰国离咱这个今年的这个会馆伊就无开因为伊有传到互咱同学，咱同学感觉讲这疫情这严重，我交代甲伊嘛开咧，因为开了到底出问题，那么真麻烦，所以咱杨经理当然伊所主守住着泰国的话，甘愿牺牲伊过年的这个围炉所以这是办道的精神。互咱感觉讲，为着泰国道路，为伊嘛甘愿牺牲伫迄个所在，为着是讲，到过年就总倒来，我咧考虑讲，会当去袂当去，袂当去顶得较好咧，我到当较有暖，感谢安尼所以这种叫做疏远，叫做经验。所以你看讲，杨经理嘛无简单啦那你各位前年，你遐一年从今年甲前一年恁可能了解，真拼的啦这是为咱互相来赞叹啦所以以后你听到啦当然咱回顾就是这个物件嘛，甲好的物件，甲不足的物件，咱做客串，再叫做回顾嘛所以最后祝福各位大家身体愉快，身体健康。好，谢谢各位，谢谢。大众请起立。感谢悟先生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感谢悟先生慈悲。